everyone. We are Zixuan and Slow Chen. We come from Taiwan. Hey show,辣街show。二人是今年王子乡到3品块嘅3000品块顺利结束，我是发行咧双响那种专辑，我转到咧家乡。该东西以后咧 ，COVID-19 是开始咧，台湾未开始有3年咯，开关嘅台湾嘅疑问染出，心态开始转变咯。所以我咪转到新竹嘅家乡东门市场，进行咧内地嘅音乐起源。转到家乡嘅初衷目标，必须係希望用母語做音樂，才提出發，到國際本漢啊多嘅人談到客家。一直到2000解封以後，2023年，我發行咧新歌《環遊世界》，第一站呢是講去荷蘭，攞3000品塊，認出嘅老朋友小軒、大雄，一路在荷蘭相遇。可惜咧，21年第100屆歐洲小型巡迴。We are Zixuan and Slow Chen, come from Taiwan. Today we are happy to have a little concert in Maxo. And actually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o Rotterdam. Last time I came to Rotterdam, have a little, just travel myself. And I make a wish. Hope one day I can bring my band back. Yes, after 7 years, I bring them together to Maxo. We sing a kind of the mother tongue from Taiwan. It's an ancient mother tongue in Hakka. And the first song, and then the travel the world, 環遊世界，環遊世界。Miss him, oh my bro. 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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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 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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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 Find you, say guy. Night day by day, I miss the feeling to share my story from my living. Mang khi có cái về sau, I always dream about it. Hồ lần đi theo điều sống Mexico. Hồ lần đi theo điều sống Mexico. Hồ lần đi theo điều sống Mexico. Can I fly? Mexico. Share my story from my living. Mang thì có cái về số, I always dream about it. Hồ lần đi theo điều sống Mexico. Hồ lần đi theo điều sống Mexico. Hồ lần đi theo điều sống Mexico. Can I fly?
I cannot fly, I cannot fly, yeah, yeah, yeah. I cannot fly, yeah, yeah. Mexico. Thank you, Ganguel, Shimongin. We are Zishen and Slochen from Taiwan. 关于环游世界这首歌啊，一开始其实只是小时候一个开玩笑的谐音梗嘛。Holland, Italy, also Mexico， 就是觉得 Holland 就是我们讲的海南，那 Italy 就是意大利这样子。在疫情的时候写下这首歌，其实反而是想要出国巡回或者出国去玩的那种心情。其实那时候也写下很多过去我们去巡回去过的地方，比如说去小豆岛啊，或者是比如说去东马的瑶湾啊这些地方，然后就很怀念。在疫情期间很怀念，很想出国，很想出去的那种心情。我们这几年做3线平快这个系列，从2014年开始做啊。那时候讲说，我们从台湾的小车站一路走到台湾的大车站，再从台湾的关西一直唱到日本的关西。那我觉得一直以来，我觉得这种唱游的形式都是蛮特别的，而且很像我们自己的音乐形态，也很像我们的过去演唱巡回演唱的舞台的样子。我们很想要1对1的跟听众很直接的面对面，觉得好像要开始有一些新的计划，征服很多地方，就碰到了疫情。那疫情那几年就哪里都不能去嘛，应该是22年的时候，全世界开始已经这个疫情有点就是舒缓了以后，然后我们就跟团员们、跟团队们就说，我们还是想出国。那出国第一站去哪里？开一个玩笑说 Holland, Italy, also Mexico。那第一站我们就去荷兰吧。以前的企划小轩，他后来定居在欧洲。那我们一开始小轩在比利时说，还是你要不要来欧洲来比利时？那荷比卢通常都是一个通常去欧洲的话都会一起去的地方。讨论了一下，他觉得说，荷兰跟台湾其实有一点像，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去荷兰探路看看。看唱片了。刚来买好多 CD， 这也是 Waterloo Plan。我其实几年前自己一个人去荷兰旅行过一次，然后我一直觉得荷兰就跟新竹有一个很像的地方，就是像我们新竹有一条护城河，那旁边就是人行的步道，然后一些老地砖，然后很适合散步。那荷兰是这样的场景，大概乘以 N 倍。走一条运河，过一个孔，下面又一个运河，然后又一个街道，又一个孔，然后非常密集的，很有人的味道。因为我跟团员都一直说，这地方好像新竹哪里，那个地方好像新竹哪里，在荷兰这个国家里面找到很多我自己家乡的样子。过巷仔来，行过老市场的柑仔店，总会怀念较早的生活。把门窗甲东门城，车头徛甲西海岸，风吹来一冬过一冬。是阿公用过安油水，我干讲伊个大牌，某上了袂饮过。就是亲像我本意的，甲讨论每好做时间唔系安用因。我阿太东爱把总强三推因，全世界上加攀下加去风景，该愈个东行动该愈个死，该着加做个名号系无因唔的，唔讲伊唔的，但讲跳是地米了了风讲嘅事情全部是在讲去了下一堆小屁，上摆乱乱去落我嘅面皮下尽，全本因看唔。因讲这千小秘密，而万千杂唔离，那丢个作用虚跟涨停因神脱离，用了的故作事情在吹当红傻屁，那东上转到狗气大事，有另一我徛进。
台脚踏车，转到细汉时佚佗的路线。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情。我骑一台脚踏车，转到历史野想的路边摊。再会我的青春，拢伫遐。中央的风景，风景途中伴着上瘾，上瘾传遍了世上时，像是天然飞机，途爱转移。我骑一台脚踏车，转到细汉时佚佗的路线。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情。我骑一台脚踏车，转到历史野想的路边摊。再会我的青春，拢伫这。我骑一台脚踏车，转到细汉时佚佗的路线。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情。我骑一台脚踏车，转到历史野想的路边摊。再会我的青春，拢伫这。Dankwell. Thank you. Thank you. 我是小轩，我现在是在 Young Team Productions 担任国际专案经理的角色，然后平常主要在做的工作就是协助台湾的乐团进行一些国际的交流。那我跟子轩的认识就是那时候2014年，我是在这场音乐担任那个企划，那子轩刚好那时候是公司的艺人。我跟子轩第一个做的企划就是三线平快，它是一个走唱计划，不同于一般乐团可能是在 live house 里面演出。我们当时想要传递的一个精神，就是说黄子轩与三平快这个乐团，他们的音乐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台慢火车一样，就是说在这一个变化很快速的时代里面，它不是主流的，它是比较走支线的，但是它可以看到的风景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火车，对啊 ，slow train 啊，你看它太那么慢。这次到荷兰要到哪一些地方去做巡回的这个过程是蛮困难的，因为当这个乐团就是它在欧美的市场里面完全都还没有任何的轨迹的时候，我们要从零开始，所以很难去做一个像就是售票的巡回的这种正规的巡演，所以当时候才转一个念头，想说那还是我们就是走一些比较非正规的表演场所，比如说是酒吧，或者是在市集里面，或者是我们在船上，就是这些地方。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还是第一个要找到你的客群在哪里，以及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做巡演这件事情，事后能不能有更多的后续发酵，或者说是不是可以真的在当地就找到我们的乐迷。It's nice to listen to you guys. Thank you. 三线平快这个巡回，它其实从2014就一直有在做嘛，然后甚至到后来也去了日本，然后这次听到说要去荷兰的时候，其实就哇，要真的到一个真的坐飞机要坐非常久的国家这样去，其实蛮兴奋的，但也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那个国家的风土民情啊，其实跟我们在台湾会遇到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会有一点点。就是既兴奋又有点小担心的情况啦，所以其实，在出发前的时候，我就
跟子轩也讨论了蛮多，说我们到底要带怎么样子的器材？比如说我们到荷兰，就是在路边啊，或是一些蛮酷的场合，就直接把器材架起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做演出。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挑战的事情，因为同时我的身份我又必须兼顾要弹琴，然后要兼顾去做录音这件事，所以因为有一点点分身乏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脑袋里面大概也运转了蛮多次。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感受是，以往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要做好自己的东西之外，其实你很容易可以感受到你路过的人啊，他们听到我们音乐的心情，或者是他们的表情，甚至于他的反应。可是到了荷兰之后，你会发现，因为那个面孔是我们不太熟悉的脸，他到底是笑还是没有要笑？他在那边是很喜欢我们音乐，还是他心里有别的想法？那在演出的当下，我们其实会想要更仔细的去观察，就每个停下来听我们音乐的路人他的表情。So I hope everyone can enjoy the show. Okay. 这次在荷兰进行这个3线平快的巡回啊，我觉得我们的乐团其实也有很大的突破。要去学习的是怎么样在这么长途的巡回旅行中保持一个，比如说身体的状态啊，或者是唱歌的状态、精神状态都一直维持住，然后把它当成一个很专业的事情。乐团的成员们这几年他们都有成长，比如说秋群加入。这几年其实对于音乐编曲的技巧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所以很多时候在音乐上面就需要靠他们来协调跟发挥他们的创意。那小 Q 这几年在录音这件事情也越做越好，所以这次出国的所有巡回的这成音也是由团员小 Q 来进行跟处理。Let's talk in Hakka。今天有很多听得懂中文的朋友，那我觉得我在荷兰这几天真的是把我这辈子讲的英文都讲光光了。我觉得海外巡回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去认识新的朋友。那这个新的朋友包含是说，可能新的 promoter 啊，或是新的乐手、音乐人啊，那还有当地新的观众。那我觉得这次蛮意外的是说，本来觉得去应该会面对很多洋人的面孔，结果发现我们认识了很多居住在当地、旅居在当地的台湾人，看到我们去演出非常高兴。可能他们也不一定是客家人，可是他们听到了客家话，就觉得说，哇，这个也是我们台湾来的同乡。那客家话也是我们的文化，就很照顾我们一路上，然后也很支持啊，帮助我们很多。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卷大哥是新竹的汪善英，24岁来到荷兰，哈嘎忘得差不多了。我想献给所有住在荷兰的所有的朋友们，过去或许这里不是你们的家乡，但是日久他乡就变故乡了，对不对？他乡变故乡。可能強意詐造
作。爱是烟风来，了面依旧他乡变故乡。伊无看衰爱，and 你可能强伊早出错。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我老吉他berbeda kawan, tapi satu tujuan. Bahu membahu kita kawan bersama berjuang. Ngài是烟风来了，面依旧他乡变故乡。你无喝水爱，而你可能强伊早自作。爱是烟风来了，面依旧他乡变故乡。你无喝水爱，而你可能强伊早自作。吧吧吧吧，爱是烟风来了，面依旧他乡变故乡。你无看水爱，而你可能强伊早自作。爱是烟风来了，面依旧他乡变故乡。你无看水爱，而你可能强伊早自作。爱是烟风来了，面依旧他乡变故乡。你无看水爱，而你可能强伊早自作。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我指甲都弹到断了。团体。从2024年开始，我老爱乐团选了一条一般乐团可能不会想的做嘅巡回路线。我哋从洗叉跳开始唱，台湾嘅洗叉跳，动画群观众面对面从朋友相拥，交流咱从我哋嘅客语创作。洗叉跳创到了台叉跳，又创到了日本嘅关系。二新以后呢？老团年材料为做动作嘅起养，包括成立东门市场的工作室、办表演、做 podcast。我觉得我们一直没有变的，就是一直在挑战那一些一成不变的事情。如果没有伙伴们一起做，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能够走多远。我们今天来这个是一个 open mic 的活动，然后它就是大家自己现场报名，然后就像一个擂台赛这样。志轩 ，That's my name. 志轩 ，Yeah, like musician, but without me. With the two. 志轩，李轩，志轩，志轩 ，Yeah. 这一次荷兰巡回的场地的设计上面，其实每一场我们都会想说要去做一点区隔性这样。那 Open Mic 这一场的话，其实就是当初想法就是想要黄子轩与三平快跟当地的乐团可以有一些交流的机会。Open Mic 这个场地它叫 Zook， 它是一个露天在顶楼的一个酒吧这样，而且都会有很多乐团去参加，然后我看他们之前都有很多观众都有去。我们本来以为大概是1、2个、2、3个人的那个秀，刚刚排了10几组。Open Mic 这一场唯一的有一个我们一直很不确定的点，就是因为它的活动时间是有限的，然后它是一定只能现场报名的，所以我们一直都要到当场才可以非常确定，就是我们是可以演的这样。很像回到以前高中去比那个乐团比赛的那种感觉。
会看到10几组要到我们前面，肚子会痛的。All right, everybody, that was a little taste, a little preview. We've got a special act tonight. They're on tour from Taiwan. They've been here for a few days. Give it up for Sichuan and Slow Train. Hello everyone, we are Zishan and Slow Train come from Taiwan. How are you everyone? So this song named When is about love. Make some noise, okay?
就是很魔幻的，因为那时候因为欧洲的太阳下山的比较晚嘛，那时候是8点多，所以那个光泽就是洒在那个乐团身上，就是突然有一种非常魔幻的场景，这样当场的很多观众就是对于比如说乐琴的音色的赞叹啊，或者是觉得那个 solo 在很厉害之类的，那一场的让人在整个感觉就是很感动，蛮澎湃的这样子。Anyone there? Thank you, Will. 未来子轩 and Slow Chen come from Taiwan singing Hakka. We just show one. We can have another song. Thank you, everyone. I will bring the second song, the Ho Ho Bye Bye. In Hakka means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Okay. Everybody, could you lend me your hand? Yeah. 我觉得在海外会成功的乐团，回到音乐本身，我觉得这个语言你就已经可以先拿掉，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语言了嘛。那所以音乐就是你唯一的语言，别人是不是可以直接从你的音乐和表演里面听到你想要传递的那个讯息，还有他们当下对你的音乐那个感觉是很直接的。那我觉得台湾比较像是混合各种，不管是日啊、韩啊，或者是欧美的各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的那个氛围，这样比较难去讲说台湾的音乐是长什么样子。普遍他们会觉得就是很多元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听起来会比较温柔，或者是有一种那种南岛 chill 的感觉这样子。Guitar solo. Dude, you guys were great. Thank you. Amazing. Love it. 耶，好爽哦！超多人，超爱音乐，爽。 96分的乐团就这样了，大家前面都是大概96分跟95分左右。过往的演出经验，通常去国外巡回啊，或者是演出，我们通常会想的是说，哦，我要带什么样子的装备，然后去展示我们的音乐，甚至于会觉得说，哦，那会先去查一下那个场馆有什么设备啊，是不是离哪里很近啊，等等的。三平快一直以来就是有一种游击的精神，反正这次就是用减法的想法，我们可以不要带什么，可以让我们好移动，然后可以让我们的灵活性更高或者机动性更高的去做好我们的演出，甚至于我们要达成的任务这样子。因为一般在台湾演出，或是一般有 stage 演出，基本上我们就只要顾好我们自己那一部分就好。那如果是游击的方式，我们有点像校长兼壮总，就是你要自己当 stage， 然后还要演出这个样子。欢迎光临一艘可以完全讲中文的船。那这边给他中文。Hello， 台尬佛，今天真的很高兴邀请到大家一起上船，在船上想唱一些适合在船上的歌。
我的家乡新竹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关西，然后关西在那个三合院每天下午都会吹一阵风，就像呼呼呼的吹，就像现在这个风。荷兰这跟新竹有点像，风好大，所以我们现在来唱这首歌，叫做《上南片》的风，上南片改风。上南片改风，追忆了上南片走，夫妇相思像hen爱，全部下情样样。上南片改风。谁讲爱给跳那么？谁开无他给太温柔？绕墙一瞬转来错，我把瞬改跳，水慢慢流过。造心都按不跳，不是听过，流向跳摆该都选跳，上南片改风，追忆了上南片走。追忆秒度千百公，无忧两位平安快乐。风，追忆了上南片走，夫妇相思像hen爱，全部下情样样，上南片改风。谁讲爱给跳那么？谁开无通给太温柔？绕墙一瞬转来错，火把身改跳，水慢慢流过，造心。追忆秒度千百公，保佑俺的台湾才好咱的朋友平安快乐。原本
歌词不是这样，但是因为今天各位有买票上场，我就改成这样。非常感动，是跟大家 share 这个文化，希望他们可以再来一次。就觉得那个音乐很好听啊，然后我们就在船上，然后随着那个水飘一飘，然后就是有时候经过桥下，变得很多回声，然后有海鸥飞过去，然后就觉得一切都很像在一个电影的场景。I found it very, very mellow, very nice, very soft. I didn't understand anything about the language, but it sounded really authentic and really nice. I understood that it's an old language.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you do this to pass it on to the youth of your country. 以前我就是只会弹琴，就是弹贝斯的人。然后自从跟子轩开始一起做了东门 Recon Live 这间录音室之后，其实开始就是对声音有更多的认知，也开始对声音有更多的练习的机会。然后因此这次去了荷兰，然后我们就是在把我们平常累积的一些操作啦，或是经验，就搬到荷兰去执行。我觉得比较像是说，我们自己就是音控，然后也要表演的概念。因为我们只有2颗小喇叭，就是小小的音箱。可能在看到场地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说这2颗喇叭要放在哪个位置，还有场地的大小，然后观众的分布的情况。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演这些歌这么久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也有一定的默契。其实我对我的团员是很有信心的，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很杰出的乐手、音乐人。我觉得我们又一起过去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其实那个困难，我指的是说舞台上有很多变化。那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只要站在台上，我们5个人一起面对舞台的时候，我们的默契都是最好的。比如说超杀，他们一定可以打败所有其他的乐手。Thank you, Will. Thank you, Will, or just thank Will? Thank you, Will. Okay. 我参与这个子轩与3瓶块这个计划嘛，现在突然回想一下，好像也发现好像也已经有10年这么久了，对，将近10年了。一开始我是先听到他们有这个，他们想要在那个火车上面。快闪巡回的这个计划，然后就觉得哇，这个也太酷了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或者是很有这个有点是这种充满未知，然后充满勇气的一个计划这样子。现在突然回想起来，也觉得我们那时候不管是以前到现在，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勇者队一样我们每个伙伴好像自己都有每个的特长都有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我们就是组队一起去打怪这样。对，我们也从台湾这样一路闯到新竹，然后闯到日本，闯到荷兰。拍摄中间有一些比较困难的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能带在身上的器材有限，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仅有的资源之下，然后呢要想办法做到最大的可能嘛。我们甚至有时候到日本、到荷兰、到国外，很多东西是时间很紧凑的，然后你必须要常常随机应变这样子。可能比如说，到了现场才知道，可能当地的摊贩根本不欢迎你在那边表演之类的。比如说，好像去荷兰，你就发现哇，那个我们要拍一个晚上的 live station 的景，就会发现他们天黑可能要到晚上11点天才黑之类的。很多东西会是在你的可能在你的计划之外，对，然后你可能要随时临机应变。我觉得，拍 live session 最重要的精髓应该是距离，就是这个表演者跟听众之间的距离。为什么 live session 不会被专辑里面的 MV 取代？我觉得有一方面就是因为live session 它其实是跟这个听众相对距离更近的。我以 MV 来说好了，或者是以这个舞台演出来说好了，或者是你在录音室里面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的状态会比较像是，我在一个限定的范围里面，表演者好像有点高高在上，我好像在上面，你在下面，你在听我表演，你不要靠近我，我好像在听一个天上来的声音还是什么，对之类的，我觉得好厉害，可是我觉得那个距离感是相对远的，对，但是 live session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更靠近听众的。就是我觉得在 live session 里面呢，表演者不用当那个很完美的人，
我们在专辑里面，我们可能对每个音都非常的要求，非常的精雕细琢。对，可是，在 live session 里面呢，这个表演者他并不用当一个这么完美的人，对，他是跟这个观众时时刻刻处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常常在拍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反而希望把周遭的环境音也一起收进来啊，或者是这个观众的声音啊也一起收进来。对，甚至是这个表演者有些不完美的状态，或不小心 NG 了或怎样，对我们甚至连那个东西我们都想要把它放进来，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东西才是跟听众更加没有距离，更加没有隔阂感。你会觉得这个表演者就像是你的朋友一样这样子。对，我觉得那个亲密感是 live session 能提供的东西哦，是 MV 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影像里面可能没有办法给你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跟子轩一起拍的这个很多的系列。包括像那个东门市场很多 Record Live 的系列。年轻的时节哦，爱采东门市场走了动斗上一年期一样，因为我一直觉得台湾的乐团，然后他们做的音乐，还有甚至是我们台湾的一些音乐场景，都一直是很独特，所以一直很希望把这些事情跟台湾的音乐结合起来。推广出去给大家，让大家能够听到、看见我们台湾独特的样貌。从荷兰巡回回来以后呢，我觉得我团员们很多技能的进步以后，我也很希望他们可以发展他们的面向。那我自己回来以后开始筹备个人专辑，他们也升格成为我的制作人。我觉得制作人他比较像是一个高级的听众吧，他可能会比较全面，或者是有点像你的视角会拉远一点去看这个东西。我如果原本是一个吉他手的话，那我可能只需要去 care 好说我的吉他的部分弄好了嘛。那现在如果是以制作角度的话，那他会比较像是说，我还要去看说，那我的鼓要怎么样打。我的贝斯要怎么样编，我其他的和弦我要怎么去配，或是这一首歌它整体的方向要怎么样去走。秋珣加入到现在4年5年，我觉得他比较很擅长做电音的东西。那我觉得这部分我看到的是他在每一个音色上面的挑选的细腻程度，是我之前没有办法想象的。那就是你不要被手上的乐器去限制住你的编曲，其实还有很多音色的可能性。咱遐摆新专辑有一条歌曲是老出名乐队强下来合作的，两条歌曲叫做木马。那我们在去荷兰的时候，其实就有发表过这首歌。那木马其实是南部的客家话，在形容那种天色即将快没有光、最暗的那前面那一段。那这次和团员在荷兰的时候做了一个 unplugged 版本。其实我们一直想要找到除了天色以外的那个 magic time， 也想要找到我们自己音乐里面的那个 magic moment。莫听说该心情终会生。
喜。slow train。Garden of Bird， 鸟的花园。用客家话就是钓鹅改发簪。邱妈妈，你看邱群，看他的蓝白拖，荷兰白拖啊。Our band name is Zixuan and Slow Train. Zixuan is me, and this band named Slow Train. Slow Train. And today we bring some song we created how to say cheers in Dutch. Let's say Prost. Prost, right? Prost. Prost in Hakka is Zaute. Zaute. I hope everyone you can Zaute. 困难，我看你的面，有淡薄暗杂，话拢讲袂清楚，讲要唱啥小叮当的歌，可能是真久无笑心一个海洋同款的心内话，找无人讲话，上好面对敏感背好兄弟，我啥物？ 走，背儿拄本爱是体。兄弟啊，遮久无笑啊，永安一顿，拢总算我的，人顺的会使，要头嘛会使，只要你开嘴，咱就做伙啉甲透早。 可能是真久无笑心一个海洋同款的心内话，找无人讲话，上好面对敏感背，嘛是
home, okay? If we sing Southend together, everyone, okay? Follow me, okay? Ready? 1, 2, 3, 4. 走天走天，背啊行起来，就让朋友又无留做唔得。走天走天，无见大无大袋，一度干燥，背啊拄本爱是体。Everyone, boost. 走天走天，背啊行起来，就让朋友又无留做唔得。走天走天，无见大无大袋，一度干燥，背啊拄是体。走天走天，背啊行起来，干杯干杯，呛落莫讲话。走天走天，无见大无大袋，一度干燥，背啊拄本爱是体。Dankuel. 走天。 It's really good in Akka. 以前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啊，为什么出国巡回这么重要？因为它就很像我们在打那个《三国志》，有没有？很像征服一个城堡、一个山头以后，就升起一支旗。我征服过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之前去过京都，蓝山小火车，去过大阪，去过奈良，我们就在每一个城市升起一支我们自己乐团的旗帜，就很像玩那《三国志》这样。 Hello everyone, we are Zixuan and Slow Chen, Coach Kendo, San Henkai. We come from Taiwan. 之前在日本巡回的时候，记得就是在大阪的那一场表演。那一场的表演，同时还有一个日本的团体，然后叫 Stage。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说，他很喜欢台湾啊，怎样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以为是在客套，因为后来就是遇到疫情嘛。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大家都不能出国表演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有事没事会跑来回我 IG， 然后就是我发一些什么。 台湾的美食的限动的时候，他都会跑过来说，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好想来台湾什么的。然后我才知道他是真的蛮喜欢台湾的。我是觉得借由这些巡回，然后去认识世界各地的一些玩音乐的人，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交流机会啊。有一次是去宫崎吧，我们跟当地有一间酒吧，然后他们有一个爵士爱好会，那可能就是大家拿了乐器，可能就上台就开始乱卷这样子。 对，然后其实当下我是觉得，就算我对爵士不是很擅长，或是怎么样，我就是反正大家都那么喜欢音乐，那我们就是拿着乐器就开始交流。然后我后来也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讲英文，其实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也很难沟通。但是我觉得到后来是，可以用乐器啊，或是一些爵士的经典曲目，然后我们在台上一些互相即兴的过程啊，所以我就觉得从那一次去，就因为拿了乐器，然后跟大家在台上互相卷，然后也喝了几杯小酒，交换了脸书，然后把这个缘分延续到了现在，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蛮美好的事情。Yea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performing together. Really, really love. Thank you. 我觉得我们客家的文化一直我都觉得它很独特也很特别。然后我自己对于出国巡回这件事情也想做一些尝试。我做的客家音乐在国外是不是也能够经得起考验，能够被国外的朋友喜欢呢？因为大家说音乐无国界嘛，好的音乐应该是不被语言限制住的，反而因为语言的关系，能够让大家可以看到你文化特别之处。我自己觉得客家文化这种东西，应该不是只有台湾人会感兴趣，国外的朋友应该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像我们去国外的时候，碰到很多人看我们是黄种人的面孔，然后就会想说，你唱的是中文吗？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说，我们唱的是 Hakka，We sing in Hakka。
他们就很好奇到底什么是哈嘎，然后开始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所处在的背景去搜寻、去找寻他们好奇的一切。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会想让全世界的大家听见，不是只有我们这种客家的音乐人会想做这样的巡回。我觉得所有台湾的乐团应该都会想要很努力的去把自己的文化推广到海外去。疫情前的时候，说真的，疫情的时候啊，真的是很想出国。你们那时候是不是有的回不了台湾，对不对？有，那后来有回去了吗？我还没回去。你还没回去哦？你根本就不想回去吧？我其实觉得有那个传声很好听。Yeah。担任黄子轩与3平块的活动企划这个工作呢，对我来说，学习到蛮多事情的。不论是
可能对我自己在经营乐团来说，或者是我自己个人的生活经验，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收获。我其实蛮期许自己可以做出是有客家味道，但是又可以让听不懂这个语言的观众、听众可以被感动到的音乐。子轩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像是小小的目标这样，因为我觉得他可以带着自己的原创母语音乐到世界各地去做巡回展演，许多的听众他听到他的音乐甚至不懂他到底在唱什么，可是都可以随着音乐去摆动他的身体，我觉得是音乐的魔力吧。但如果我今天也可以做出那样子有魅力的音乐，超越语言，然后让人感动的音乐的话，是我很向往做出来的。其实这2年每次到国外，然后问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台湾乐团，然后他们一定会讲的就是落日飞车、大象体操，就是越来越多台湾乐团在国际的舞台上被大家看到，而且大家也都喊得出名字这样。但是我觉得子轩的音乐，我这次就是荷兰巡回的现场看到，其实遇到也是蛮多的观众，他都是之前完全不认识这个乐团，他可能只是在酒吧喝酒，然后刚好听到的。现场表演的渲染力是，你即便不认识他们，但是你还是会被感动的，这样你还是可以知道这个乐团带给你的就是一个很开心的感觉，然后很温馨或者是很感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整个乐团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除了演出之外，他的演出之前，比如说跟一些当地的策展人，或是跟一些当地的音乐人的交流上面，子轩也会很积极的跟人家互动，或者是很积极的让人家对他有印象。It's nice to listen to you guys. Nice to meet you, 子轩。Nice to meet you. Like the music. 从我是一个客家新生代歌手开始啊，我就一路去观察或学习我的前辈们，他们过去在客家里面做过的事情，或者是达成的成就，从他们的经验去找灵感。然后在以前我就跟我的经纪人，也就是小轩，那我们就在讨论说，我们要做怎么样的类型的巡回比较像我们。后来开启了这个3线平快这个巡回之旅啊，然后以前我们说，我们从小车站唱到小巨蛋，我们真的去过小巨蛋了，然后那时候也做过很多梦，说我们从3线平快，我们来做3手线平快好了，或者是我们来做阿尔卑斯3线平快好了，就开玩笑用谐音梗去做了很多梦，不过回过头来，我们还真的去了不少地方。有没有哪些国家是很想去演，但是还没有去过？我应该会比较想要去泰国，或者是埃及之类的吧。没有去过的国家其实都可以去。我后来会想到冰岛啊，或者是好像可以演出的时候看得到极光的地方。我反而是会觉得我还蛮想去那种就是。MLB 有没有那种，就是开场的时候，开场前唱歌都是来自全世界的人，然后在那个球场里面，然后听客家歌。我也想去埃及，感觉在那个沙漠前面演应该蛮酷，自备那个水冷。You from her head down to her feet. Telling me now she sure is me. She's the most. She's that. Hello everyone. We are Zixuan and Slow Chen. Today we bring some songs from Taiwan. This week we have a very nice trip in Netherlands and also met a lot of different friendly people. This stop is our last stop in Netherlands. Thank you everyone. Thank you Amsterdam, my best friend. This song for everyone. Thank you. 像是一种超能力，每个细节都难以忘记。就算我只有几个音，你却能谱成交响曲。毫无保留，没有心机，就像你的一面镜。在这样复杂世界里，只有你为我真心。我没有半个朋友，也没有一个朋友。每个人
在客家音乐人这个光谱里面呢，或许我觉得我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一直希望我自己的表演或是我的音乐，它是非常独特的。就像我们客家很有名的剧《茶经》讲到的，我们不要做世界的第一，我们要做世界的唯一。我希望我可以是那个世界唯一的黄子轩，世界唯一唱客家话的翁子宪。This afternoon, the music from Taiwan. Thank you, Al.